聖三一第9主日，現在開始。本週經訓係記載喺腓立比書3章8節。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我已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宣召：聖哉，聖哉，聖哉！全能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後永在。跟住落嚟係認罪宣赦。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若果話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唔喺我哋心裏邊。若我哋真實悔罪，立志自新，從今以後遵主嘅命令，行主嘅聖道，就當誠心喺上主面前認罪。因此，先讓我哋安靜喺內心承認我哋嘅罪愆。我哋有一段默禱反思嘅時間。代表住全教會、全人類，讓我哋向上主懇切認罪。請同聲誦讀認罪禱文。無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穌基督的父，創造萬物、審判萬人的主，我們素來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有過惡，得罪上主，干犯主的聖怒。現在我們悲傷哀痛，承認所犯的罪。我們因為這些罪，深深懊悔，思想我們的過惡，心裏憂傷。求慈悲的父憐憫我們，為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們從前的罪，又賜恩典，叫我們從今以後改過自新，遵主的聖意，服事主，將尊貴榮耀歸於主的聖名。這是靠主耶穌基督求的。阿門。請聽聖經上對謙卑懊悔嘅人所講嘅話。喺約翰一書1章9節，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哥林多後書5章17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上主是愛，藉着主耶穌基督，我哋所有嘅罪得到赦免，靠住聖靈嘅能力，我哋可以重新上路，去服侍上主同埋上主嘅創造。阿門。我哋已經得蒙上主嘅赦免，而我哋呢個時候一齊手潔心清，口唱心和咁樣讚美上主。讓我哋同唱普天頌讚第400首至寶獻主歌。我哋先聽一次，然後一齊唱3節。至寶獻主歌。將你至寶獻於上主，獻上你青春力量，振奮靈性傾獻熱情，為真理勇虎支槍。耶穌已經作好模範，精壯勇敢且勤勞。
橛子種種侍奉上主，獻上你所有至寶，將你至寶獻於上主，獻上你青春力量，傳上救恩，傳福光壯，為真理勇虎戰場。至寶獻於上主，心中萬事主為先，在世服務先當施主，身心為主奉獻，神將獨子賜予世人，好使敵人將獲報。全心感謝侍奉上主，獻上你所有至寶，將你至寶獻於上主，獻上你青春力量，傳上救恩，傳福光壯，為真理勇虎戰場。至寶獻於上主，主愛珍貴無可比，甘心捨身為你所取，天上榮耀也客氣，默默無言犧牲生命，令你罪裡得赦免。衷心感謝上主義人，獻上你所有至寶，將你至寶獻於上主，獻上你青春力量，傳上救恩，傳福光壯，為真理勇虎戰場。現在係宣訊，讓我哋同誦使徒信經，以表示我哋與歷代以至世界各地嘅基督徒聯結喺一齊，一同承認我哋對三位一體上主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跟住落嚟係讀經，第一段選讀嘅經文係哈該書第1章，喺和修版舊約聖經1427頁。哈該書第1章，請聽上主嘅話。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向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傳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還沒有到。耶和華的話藉哈該先知傳講，說：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領工錢的領了工錢，卻裝入有破洞的袋中。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你們要上山取木料，
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盼望多得，看啊，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在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只為自己的房屋奔走。這是耶和華說的。所以因你們的緣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我命令乾旱臨到土地、山岡、五穀、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產，也臨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勞碌得來的。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上帝的話，就是哈該先知奉耶和華他們上帝差遣所說的話。百姓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激發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上帝的殿做工。這是大流士王第2年6月24日。第二段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6章33節，喺和修版新約聖經第11頁。請聽上主嘅話：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是上主的話。跟住落嚟係見證分享，請任正儀姊妹。各位弟兄姊妹好，我係 Pizza。今日咧好多謝美心俾機會我咧同大家有個信仰嘅分享嚇。記得喺返青衣全員堂之前咧，我嘅工作咧係好忙碌嘅。嗰時咧，我已經有一段時間冇返嚟教會。雖然我唔係好刻意咁樣離開神，當時只係因為工作太忙，每日都有好多事情要處理，慢慢咁我就冇返到教會啦。可能間中有時間先返咁啦。當工作同埋責任咧都充滿住自己嘅時候咧，信仰生活就不知不覺咁樣放咗喺我嘅生命之中好後嘅位置啦。但係當時公司突然之間嚟咗一位好虔誠嘅基督徒同事喎。咁初初我咧都同佢保持住距離嘅。咁點解咧？因為咧，第一，我喺工作上係冇乜機會同佢接觸啦。第二咧，其實個心都有少少慚愧嘅，因為知道自己係一個基督徒，但係咧又因為工作好忙，又唔返教會喎。咁當時對住一位好認真信主嘅同事，我係有少少想避開啲信仰嘅話題嘅。咁啊，直到有一日咧，喺電梯度咧遇到佢喎。咁我當時我就諗，佢會唔會問我一啲信仰嘅問題咧？咁點知佢又真係問我啦。咁你有乜嘢團契生活㗎？咁當時嘅我真係冇啊嘛。咁我咪梗係 O 嘴啦。咁完全都答唔到落去啦。咁當時梗係 dead air 啦。咁電梯就好快咁樣，其實都好快落到去地下嘅。咁佢離開之前同我講咗一句唔好離棄神啊。咁就係咁樣咧，因為佢呢句説話，我就決定喺屋企附近重新揾教會嚇，咁重新咁樣返教會啦。咁好感恩啦，最後我係揾到返嚟青衣全員堂嘅。
咁初初返到嚟教會嘅時候咧，我都係嘅工作都仲係好忙。咁有時咧崇拜完之後咧，我都係返公司繼續做嘢。咁可以話咧係我雖然係返咗教會，但係個心咧都係掛住工作。成日掛住工作嘅事情。雖然係好忙，不過我喺公司同啲上司啦，同埋部門嘅同事咧，都係感情好好嘅。咁因為我舊嘅公司咧，俾咗好多學習嘅機會我啦。但係呢種關係，我同同事嘅關係，我喺上年啦，有個轉變。其實呢間公司我做咗20年嘅，但係咧因為經濟嘅問題啦，公司要清盤，我當時突然之間失去咗工作啦。以前我都會有諗嘅，自己做咗一份工作20年，到真係有機會失去工作嘅時候，會唔會好彷徨啦？會唔會好擔心啦？畢竟都係做咗咁多年啊嘛，要離開自己熟悉嘅環境嚇，鍾意嘅同事，真係唔係好容易嘅。但係呢一日發生嘅時候，我嘅心情咧係出奇咁樣平靜嘅。當時我就係諗點樣好好咁樣配合清盤公司要做嘅工作咧。當然我都係要面對一啲好現實嘅問題啦。我都喺配合清盤嘅工作嘅時候，我都要開始揾工作啦。都會有擔心嘅。當時會唔會真係自己都好少話有其他工作經驗喎，都係喺同一間公司只係做咗20年。會唔會而家經濟環境都唔係咁好啊？會唔會揾唔到工作咧？都曾經有咁樣諗到。不過都好感恩。我當時就揾咗3份工啦。3份工都有interview 嘅機會。第一份工咧去見工嘅時候，佢哋嘅department head 就同我講呢間公司咧要7點鐘先至收工嘅。但係咧就唔使返9點。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就唔係咁吸引啦。當時因為我已經其實個心唔想再成日好夜收工，7點我都覺得好夜，同埋佢都會係喺比較遠嘅地方啦。我唔想長期咧再俾工作佔據住我嘅生活啦。所以咧我見工嘅時候咧就表現得都係比較冇乜熱情咁樣。見完呢份工之後咧就冇咗下文啦。第二份工咧，我就係喺一間基督教嘅機構應徵嘅。好得意，又有一件事喺當時我見緊工嘅時候啦，我就做typing test 啦。突然之間電話響喎。本身咧見緊工嘅時候咧，其實就以我性格應該我就唔會聽啲陌生電話嘅。但係唔知點解咧，當時我就拎起咗個電話聽。聽嘅時候咧，電話另外一邊有位女士問我係咪任小姐啊？我收到你嘅求職信啊，我想約你咧下個星期嚟見工。可能佢都 feel 到我可能唔係咁方便啊。佢就話我 send 啲見工嘅地點俾你啦，資料俾你啦。我哋好急咁樣咧就收咗線啦。收咗線之後咧，
咁啊，基督教機構嘅面試咧，我哋就繼續啦，因為佢哋都有同事嚟收翻部電腦去睇翻我嘅 typing test 啊。咁當時佢哋安排咗俾我去見部門主管啦，跟住然後再見 HR 嘅嚇。咁啊，成個過程都好順利，但係中間咧HR 嘅同事就問我啦，咁你舊公司嘅清盤程序做成點㗎？要幾耐啊？咁其實當時嘅我咧，我都唔係十足十好肯定幾時會完啊嚇。咁我就大約都同佢講咗嗰個情況啦。咁佢亦都表達咗，如果喺機構度工作係唔可以咧，無論受薪與否都唔可以同對外嘅單位再接觸㗎啦。咁啊，即係唔俾做 part time 啦。咁好啦，當時我聽到，咁我就都記住呢件事嘅嚇。但係都未收到 offer 啦，咁我就放低咗先啦。咁啊，跟住直到我去到咧去見第3份工。咁啊，今次咧我喺學校度做見工嘅嚇。咁啊，見工嘅時候咧，同樣都係好愉快啦，好順暢啦嚇。咁feel 到啲同事好有愛心啦嚇。咁佢哋喺見工嘅時候都教咗我好多嘢。咁啊，都係正常咁樣見完工我就返屋企啦。咁喺返屋企嘅時候咧，咁啊收到個電話啦。咁啊個電話就係基督教機構打嚟嘅。咁佢就話：任小姐，機構決定咧請你啦。咁佢亦都同我講咗佢俾我嘅 offer。其實個 offer 咧就比我見工嘅時候咧更加好嘅。咁但係因為咧我當時仲好記得佢講嘅要求係唔容許我即係機構嘅同事喺出面做 part time 啦嚇，無論有冇受薪都好。咁我覺得自己當時應該係唔能夠去滿足呢個條件。咁我諗咗一陣，咁我就都要回覆佢。咁我就回覆返嗰邊 HR。咁就話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講返我嘅情況咯。咁拒絕咗佢呢個 offer 啦。咁但係好彩就係我雖然拒絕咗呢個工作，咁但係學校嘅工作咧，亦都係聘請咗我。咁但係學校嘅工作咧，對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因為同我之前做嘅工作咧係好唔同。咁我要喺當中重新學習啦嚇。但係好感恩咧，喺學校嘅工作，我係非常之開心嘅。學校嘅同學同事全部都好好，雖然咧同我以前嘅工作咧係好唔同嘅，但係咧其實因為呢份係一個 part time 嘅工作啦，咁我會多咗啲時間嚇。咁我多咗啲時間可以重新去規劃返自己嘅生活啦嚇。咁亦都多咗機會同屋企人、同我媽媽去相處啦嚇。我亦都可以同佢講信仰啦。咁回望返成件事咧，好感恩神嘅供應啦嚇。神冇俾我一份最高人工嚇、最好條件嘅工作俾我，但係佢俾我嘅嘢咧係最適合我嘅嚇。
佢畀咗一份咧最適合我嘅狀態啦，同埋我最想要嘅平安啦，畀我嘅。上帝亦都知道我嘅需要啦，唔單止係要一份工，而亦都係咧可以畀我重新去學習平衡啦，重新親近佢啦，重新建立屋企嘅家庭生活啦，信仰嘅生活啦。咁我今日回望啦，就好感恩神一路都冇放棄我。我當初咧因為忙碌而離開咗教會啦，佢咧就透過一位同事畀咗一句好有力嘅説話我，唔好離棄神。咁我就返咗嚟青衣全員堂啦。咁雖然我做咗20年嘅工作，突然之間清盤突然之間失業，但係咧神都畀我出人意外嘅平安我亦都可以好安心咁樣去解決，可以去做到我當時想做嘅事情。當我揾工嘅時候咧，面對唔同嘅選擇咧，唔知邊條路係最好嘅時候咧，神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帶領住我，為我預備一份真係最適合我嘅工作。咁我今日分享就係咁多啦。跟住落嚟係正道，講道嘅題目係以神為先。請古美心宣教師。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謝 Pizza 嘅分享，真係好為佢感恩。好期待未來咧有更多嘅弟兄姊妹同我哋分享見證或者係信仰經歷，可以彼此激勵。好歡迎大家咧隨時同我哋同工聯絡。提到感恩，啱啱2個星期前，我同我家人都經歷咗一件好感恩嘅事，就係咧我媽媽同我嘅侄仔喺同一日接受洗禮。好感謝主，讓我哋一家人都歸入主嘅名下。唔知大家咧又記唔記得自己係點樣決志信耶穌嘅呢？嗱，雖然我哋每一個人信耶穌嘅時間同埋經歷咧都有唔同，咁但係當我哋決志信主嗰一刻，相信有一句說話，我哋必定曾經同主耶穌講過，就係我願意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嘅救主，讓你掌管我嘅人生。要去信守呢個承諾，我哋就要重新校正人生嘅方向，以上帝嘅旨意為先。但係弟兄姊妹，當我哋要去實踐出嚟嘅時候，係咪又好似講咁容易呢？有啲乜嘢因素會影響我哋信守呢一個承諾呢？今日好想藉住哈該書呢一卷小先知書，一齊去思想上帝畀我哋嘅教導，讓我哋喺領受信息之前同心禱告。願僕人口中嘅言語、心中嘅意念得蒙上主嘅悅納。求主賜畀我哋一顆謙卑渴慕嘅心，嚟到領受你嘅聖道。願聖靈與眾人同在，使我哋明白聖經嘅真理，實踐合上帝心意嘅人生。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剛才司禮已經為我哋讀出哈該書嘅第1章，大家有冇留意到經文嘅內容都圍繞住一件事，就係重建聖殿。咁究竟當時嘅歷史背景係點嘅呢？話說南國猶大喺主前嘅586年被巴比倫打敗之後，所羅門王所建造嘅聖殿被毀，猶太人被擄，對佢哋嚟講，整個國家同埋信仰都面臨住被毀滅嘅威脅。不過後來呢，佢係出現咗新嘅轉機，就係當波斯征服咗巴比倫統治猶大之後，波斯王古列竟然下旨批准一班嘅被擄嘅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並且可以重建返
佢哋嘅聖殿。於是喺主前嘅538年，大約有5萬名猶太人，就喺當時嘅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同埋大祭司約書亞嘅帶領底下，一同回歸耶路撒冷。本來重建聖殿嘅事正係進行得如火如荼，但係可惜，因着種種外憂內患嘅原因，令重建聖殿嘅工程停頓咗落嚟。大家估下，一停就停咗幾耐呢？係16年，亦即係哈該書1章1節，大流士王第2年呢一個背景。記載上帝藉住先知哈該點樣喚醒一班嘅猶太人，鼓勵佢哋起嚟重建聖殿嘅經過。就讓我哋開始進入經文。如果大家手上都有聖經嘅，我鼓勵你打開哈該書，我哋一齊睇。首先，我哋會睇第一個段落，係1至到11節。我俾佢一個嘅標題，就係以人為先。從舊約記載以色列民嘅歷史裏邊，讓我哋清楚睇到，因為以色列民嘅犯罪背叛同上帝嘅盟約，於是上帝呢就使用外敵嚟到懲罰以色列民，甚至讓佢哋經歷國破家亡嘅傷痛。我哋嘅上帝既係公義，但係佢亦都係一位滿有憐憫嘅主。試諗下，如果唔係上帝感動波斯王古列嘅心，呢班被擄嘅以色列民又點能夠奇蹟咁回歸耶路撒冷，可以翻返去自己嘅家鄉，並且更加准許佢哋重建聖殿，恢復翻宗教活動呢？不過可惜嘅係，當以色列民翻到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卻因着眼前所面對嘅困境，就毅然放棄咗上帝俾佢哋嘅召命，以致將重建聖殿嘅工程一拖再拖。所以經文一開始，上帝就指出佢哋推搪重建聖殿嘅藉口。喺第2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還沒有到。不過更加令上帝憤怒嘅係，當以色列民一方面話因着困境要停建聖殿嘅同時，喺另一邊廂，佢哋卻係有能力建造起自己嘅房屋。所以喺經文嘅第4節，上帝反問百姓：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有天花板嘅房屋係代表住呢間屋已經建造完成，可以俾人居住，但係上帝嘅聖殿卻依然凋零，當中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喺兩者之間，好明顯，以色列民選擇咗以人嘅需要為優先，冇將上帝嘅吩咐放喺首位，破壞咗佢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喺舊約嘅律法傳統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遵從上帝得祝福，叛逆上帝受咒詛。上帝揀選咗以色列民為佢嘅選民，並同佢哋立約，賜福俾佢哋。要維持呢一份盟約嘅關係，雙方就必須履行約嘅責任。正如喺出埃及記19章嘅記載，上帝說：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子民。以色列民經歷咗亡國、被擄，雖然而家可以翻返去故土，但卻因為現實生活中面對種種嘅困難，以致對上帝嘅信心開始動搖。佢哋忘記咗同上帝嘅立約，甚至唔再看重同上帝嘅關係。縱然各人都建好咗自己嘅房屋，但係實際上
佢哋所面對嘅光景又係點呢？係咪就擁有安全嘅保證呢？喺經文嘅第5同埋第7節，先知哈該就重複向以色列民宣告：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勸勉佢哋要反思自己嘅處境，回想上帝嘅吩咐。而從經文嘅第6至到第11節，先知就更具體咁樣嚟到分析以色列民當下所面對呢啲惡劣嘅境況，正正就係由於佢哋拖延唔建造聖殿所引致嘅。上帝藉住哈該要喚醒以色列民，使佢哋嘅心回轉。喺第8節，上帝話：你們要上山取木材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弟兄姊妹，點解上帝要以色列民重建聖殿呢？仲記得摩西嘅時代，上帝要摩西建會幕，而到所羅門作王嘅時候，就按上帝嘅吩咐起聖殿。我哋試諗下，係咪因為上帝都需要居所呢？當然唔係啦，天地都係上帝嘅創造，佢係無處不在嘅。就正如使徒保羅向雅典人傳福音嘅時候，佢話：他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裏，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麼似的，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聖殿係敬拜上帝嘅地方，代表上帝要同以色列民同在，作佢哋嘅神。上帝嘅榮耀要彰顯喺呢個地方。其實上帝由始至終都冇離棄過佢嘅選民，佢仍然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主。可惜以色列民只係睇到自己嘅需要同眼前嘅困境，卻輕看咗上帝嘅吩咐。記得我讀中學嘅時候，認識一位嘅女同學，咁佢本身係一位基督徒，並且非常積極去傳福音，咁成日都邀請我要返學校嘅團契。咁雖然當時我都仲未信耶穌，但係我都好欣賞佢對信仰嗰一份嘅熱誠。後嚟大家畢咗業出嚟社會工作，咁接觸嘅機會就越嚟越少啦。隔咗幾年，佢有一次就打電話俾我，咁大家傾開近況，亦都分享咗呢幾年佢喺信仰上面嘅經歷。原來畢咗業之後，佢好快就會開始拍拖。不過佢嘅男朋友並唔係一位基督徒。咁最初佢嘗試向佢傳福音，帶佢返教會。咁但係由於男朋友對福音嘅抗拒，令到佢好困擾。喺呢個困局嘅裏邊，佢要面對信仰同埋愛情嘅抉擇。咁最終佢選擇咗愛情，寧願放棄信仰。佢話當時心諗自己為男朋友所作出嘅犧牲，必定可以換嚟一段美滿嘅愛情。但係點知現實卻唔係佢想咁樣。自從離開咗教會，佢內心一直都唔好受，失去咗以前嗰份嘅平安同埋喜樂。唔單止咁，佢以為解決咗信仰嘅阻礙，同男朋友嘅感情就會更加嘅穩定。可惜最終亦都因為其他種種嘅原因，導致最後分手收場。就喺呢個時候，教會嘅弟兄姊妹不斷去鼓勵佢回轉，返去上帝嘅身邊，重建同上帝嘅關係。感謝主，今日我呢位嘅同學仍然好似以前一樣熱心愛主，而佢同佢嘅丈夫更加成為牧會多年嘅牧者添。上帝真係好奇妙。弟兄姊妹，相信我哋每個人都曾經有自我中心嘅時候，
好多時，我哋嘅焦點總會係放喺眼前面對嘅處境，又或者係自己嘅需要上面。當然，體貼自己嘅需要未必係壞事，但係更加重要嘅係，我哋有冇看重上帝嘅心意。當我哋嘅焦點唔再對準上帝嘅時候，好容易就會被身邊嘅人或者係事所影響，動搖對主嘅信心，甚至偏離咗真道，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因此而失去咗主所賜嘅嗰一份平安同埋喜樂。剛才我哋睇到以色列民選擇咗以人為先，輕看上帝嘅吩咐，將建殿嘅事延遲咗足足16年。對於先知哈該嘅提醒，以色列民又點樣回應呢？讓我哋進入經文嘅第二個段落，喺經文嘅第12節，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上帝的話，就是哈該先知奉耶和華他們上帝所差遣所說的話。百姓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先知嘅呼籲帶嚟咗正面嘅回應。當時無論係政治、宗教嘅領袖以及以色列民嘅反應呢，都係一致，聽從上帝嘅吩咐。聽從呢一個字唔係單單聽見嘅意思，而係表達佢哋有順服上帝嘅行動。嗱，當以色列民願意喺上帝嘅面前存敬畏嘅心，聽從佢嘅吩咐嘅時候，又帶嚟點樣嘅結果呢？第一係先知嘅回應，喺經文嘅13節，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上帝與人同在，就係使人唔再懼怕眼前嘅困境，並且有能力去面對。以色列民唔需要懼怕眼前嘅困境，而放低建殿嘅工作，因為上帝應許與佢哋同在。第二就係上帝嘅回應，喺經文嘅14節，耶和華激發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的上帝的殿作工。當以色列民回轉，以神為首，並盡上當盡嘅本分嘅時候，上帝就應許與佢哋同在。嗱，咁事情嘅發展又係點呢？喺哈該書第2章6至到7節就有答案。經文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些時候，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和乾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都必運來，我就使這殿充滿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我們的上帝係全能嘅，佢絕對有能力成就萬事。弟兄姊妹，喺日常嘅生活裏面，我哋又容唔容易實踐上帝嘅教導，凡事以神為先呢？好想同大家分享自己一個嘅經驗。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以前係喺銀行工作，咁唔知係咪因為咁嘅原因，我對金錢都幾敏感嘅。咁記得自己啱啱信耶穌，上初信栽培嘅時候，其中有一課係講奉獻。雖然我知道呢一個係基督徒嘅本分，但係實踐起嚟真係好唔容易。當時嘅心諗，自己收入又唔算好高，每個月扣除供養父母、供樓同埋生活費之後，其實所剩無幾。如果再要奉獻嘅話，
一來我會擔心唔夠用，又或者咧更加難儲錢，所以我總係有啲唔捨得，內心咧好多嘅掙扎。直至有一次，一位主日學嘅老師佢嘅分享，令我咧有好深嘅反省。當時佢話每個月佢都堅持先將收入嘅一部分留起，奉獻俾上帝，然後剩落嚟嘅就再做其他嘢。呢個表示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係以上帝居首位，而非我哋嘅財產，因為我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屬於佢，上帝先係嗰一位嘅賜予者。當我哋願意以神為先，你一定咧會經歷到佢嘅同在同埋供應。於是當時嘅我就踏出咗信心嘅一步。而家諗翻自己已經信咗主好多年，當中好體驗到上帝嘅應許不但足夠，而且有餘。上帝最清楚我哋每個人嘅需要。當我哋願意先求上帝嘅國同埋義嘅時候，一切嘅事佢係會負責嘅。弟兄姊妹，哈該書嘅信息俾到我哋喺信仰上邊一個好重要嘅提醒。昔日上帝揀選咗以色列民作為佢哋嘅上帝，並且咧同佢立約，賜福俾佢哋。喺維持呢一份約嘅關係，以色列民必須敬畏上帝，以神為先，遵守主嘅吩咐。今日我哋雖然唔係以色列人，但係上帝普世嘅救恩，藉住佢嘅愛子耶穌基督嘅寶血，同樣都臨到我哋眾人嘅身上，得着神兒女嘅名分。主耶穌同我哋立咗新約。當我哋承認耶穌係救主，願意邀請主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主，由佢掌權嘅同時，我哋亦必須校正我哋人生嘅方向。喺預備呢一篇信息嘅期間，腦海裏邊亦不時浮現出我哋教會嘅近況。早一段時間，牧師亦都曾經喺家書啦、崇拜嘅報告或者係家事祈禱會裏邊分享咗教會喺侍奉人手同埋財政資源上面所面對嘅挑戰，當中亦好感受到弟兄姊妹對教會嘅記掛。咁曾經有一啲弟兄姊妹一面憂愁咁樣嚟到問我，佢話美心，我見到教會財政上面嘅缺乏，如果繼續咁落去，教會係咪會結束啊？咁我哋去邊啊？咁你哋又去邊啊？咁亦都有弟兄姊妹問我，美心，教會嘅現況你擔心啊？擔心當然都會有嘅，但係喺祈禱嘅裏面，上帝卻提醒我，基督係教會嘅頭，上帝仍然掌權。雖然我哋唔能夠預知未來，但係我哋可以把握現在。信仰唔只係頭腦上面嘅認知，而係需要去經歷嘅。與其擔心教會將來會點，不如積極諗下，我可以為教會做啲咩呢？親愛弟兄姊妹，珍惜我哋仍然所擁有嘅一切，努力盡上信徒嘅本分，好好去愛我哋呢個屬靈嘅家，更積極去侍奉主，同心建立基督嘅身體。深信只要我哋每個人願意踏出一小步，教會就能夠踏前一大步，其餘嘅我哋就交託上帝，佢會負責嘅。就正如馬太福音6章33節，主耶穌對信徒嘅提醒：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讓我哋一同踏上信心倚靠上帝嘅功課。我哋同心禱告。
慈愛信實嘅上帝，你係全知全能嘅神，求你掌管我哋嘅人生，幫助我哋將眼目對準上帝，凡事以你為先，更經歷上帝嘅大能同埋恩典，有你嘅同在，讓我哋有能力去面對人生每一個嘅處境，捉緊上帝你嘅應許。我哋同心合意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而求，阿門。讓我哋以主禱文回應主道。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個禮拜因為颱風嘅關係，我哋只能夠做網上嘅崇拜，希望大家都係留喺安全嘅位置，一齊參與緊我哋網上嘅崇拜啦。而家係家事分享，讓到我哋睇下今個禮拜嘅報告。首先咧係8月份嘅聖餐安排，因為8月23號第4主日，我哋有中一新生崇拜，咁咧當日咧燕京嘅成級嘅中一生就會嚟到我哋教會一齊參與崇拜嘅，咁所以聖餐主日就會改為8月30號，即係咧第5主日先至會舉行，請大家留意。跟住係慕道班嘅消息，凡有志喺2026年聖誕節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過會禮或者咧為子女申請呢一個兒童洗禮嘅，可以喺下個主日喺司事台咧攞呢一個嘅慕道班報名表，填妥之後交翻俾同工就可以啦。慕道班嘅課堂就會喺9月6號崇拜之後舉行。然後咧有一個宣傳，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早1-2個月詩班都宣傳過，我哋咧就一齊咧去講咗我哋咧中意嘅詩歌，咁啊詩班收集咗整理咗之後咧，嚟緊就會開始投票啦。咁投票嘅方式咧，可以用紙本啦，或者用 WhatsApp， 即係用呢個 QR code 嚟到用 WhatsApp 投票都可以嘅。每人最多可以揀10首。咁咧喺即係大家投票完，咁我哋揀出10大金曲咧，就會一齊唱餐飽去唱呢10首嘅詩歌啦。請大家咧都踴躍投票。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代禱事項，為到香港同埋世界嘅經濟禱告。美國嗰邊又開始加徵呢一個關稅啊，向佢60個貿易嘅夥伴加徵關稅10至12%，都影響全球嘅經濟啦，同埋增加呢個通脹嘅壓力。求主都係保守全球嘅經濟能夠穩定，使到特別係一般市民佢哋嘅生活嘅壓力都係能夠減少。為到暑期活動祈禱，下個禮拜27至到29號咧就有呢一個中一迎新日營，到求主使用呢個活動，使到參加嘅中一同學能夠咧喺當中可以認識福音。為到弟兄姊妹嘅身體同埋心靈禱告，特別係近排流感高峰，亦都咧新冠嘅病毒都係即係好嚴重，到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身體能夠康健，已經有不適嘅求主親自去醫治，讓到大家咧都係能夠身體都係健康。讓我哋同心祈禱，真係恩主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能夠向你有禱告嘅權柄，感謝你一直嘅看顧同埋帶領。我哋先將弟兄姊妹嘅身體交上，求主保守我哋喺呢個風暴嘅日子，我哋能夠係安全，亦都係平安。都求主親自去醫治當中係已經患病嘅兄子，使到佢哋各種嘅症狀能夠盡快嘅舒緩減退，亦都求主保守我哋提高警覺，防患呢一個嘅病毒，使到我哋能夠咧大家身心靈都係能夠康健。為到暑期活動祈禱，求主保守暑期活動各種嘅籌備能夠順利。下個禮拜嘅中一迎新日營，願主親自嘅係帶領，讓到一班嘅中一生透過各種嘅活動，可以同導師建立關係，亦都透過活動可以嚟認識福音。為到世界嘅經濟禱告，求主保守世界經濟可以穩定，使到一般嘅市民，特別咧可能係比較基層嘅，都係即係好受經濟影響嘅
朋友佢哋都能夠咧可以有一個平穩嘅生活，亦都求主保守國家嘅各種嘅掌權者，佢哋能夠冷靜，亦都係能夠真正係將民生擺喺佢哋嘅心裏邊，使到佢哋能夠冷靜嘅做下政府嘅決策，都求主親自嘅去保守。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跟住落嚟係奉獻，我哋每日都接受上主豐富嘅賜予，讓我哋透過獻金嚟到表示對各項恩賜嘅回謝。大家可以繼續用網上嘅途徑嚟到進行奉獻。請各位低頭，領受從上而嚟嘅賜福。你哋要繼續前行，帶住謙卑信服嘅心去服侍上主，跟從上主，活出基督嘅樣式。願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